家好，看到很多小伙伴新活动又进不去了，今天教你个方法，看看能不能进去。别去问官方了，它只会让你重装游戏。首先关闭你的游戏，打开系统设置，选择屏幕，选择显示卡。应用程序的自定义设置里搜索 Overwatch Application， 如果没有的可以手动添加，点击扩展箭头 ，GPU 首选项改成节能就可以了。记得正常玩游戏的时候改回去。至于网易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搞活动，大概率是因为暴雪只给网易内嵌端口的权限，其他游戏内容网易是无权修改的。这样感觉还不如把活动做 App 上。我是穷哥们儿，我们下次见。把阿兹莫丹仓鼠还给我。